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27篇14節，要等候耶和華，當壯膽，堅固你的心。我再說，要等候耶和華，要等候耶和華，當壯膽，堅固你的心。我再說，要等候耶和華。神啊，你係我哋生命嘅光、拯救同埋保障。我哋渴慕與你同在，親近你，尋求你嘅榮美同埋指引。神嘅應許係要等候耶和華，並要當壯膽，堅固你的心。我哋依靠着神嘅應許同埋慈愛，能夠有耐心安穩地等候，又以信心嘅禱告帶嚟盼望，喺盼望中有喜樂，心智能夠堅定剛強，信靠神嘅恩典可以跨越一切嘅挑戰。神嘅恩惠同埋信實必然臨到。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禱告，阿門。